好，各位同學，今日我哋會講翻私用品同共用品呢兩樣嘢。嗱，如果你記得喺堂上面咧，陳 Sir 播過朗朗嘅音樂啦。當我播緊嘅時候咧，所有喺班房裏邊嘅人都係同時聽緊嘅，而且冇因為一個人聽而排除咗其他嘅同學去聽喎。咁所以呢個音樂咧就係共用品啦。而喺演奏廳裏邊嘅座位咧，因為個別嘅座位當有人坐咗之後咧，其他人係唔能夠同時去坐嘅。嗱，唔計坐大髀嗰啲啊。而且咧，佢係有一個排除咗他人去坐同一個座位嘅一個特性，所以咧呢一個嘅演奏會嘅座位咧，其實係一個私用品嚟嘅。咁今日咧，我哋就會再講多3個嘅技巧，去幫你去分辨，而且再補充翻獨享性呢一個概念嘅。好，先嚟睇下第一個技巧。如果我哋講真正嘅 pure public good 純共用品嘅話咧，其實佢一般都係非物質嘅。頭先提過啦，音樂可以多人同時一齊去聽，唔會令到再多一個人去聽嘅時候，佢聽唔到或者聽唔清楚或者冇得聽嘅。但係如果只係得一個 MP3 player 咧，咁就唔可以俾好多人一齊同時去使用佢啦。譬如得2個 earphone， 咁一個人用咗嘅時候，其他人咪用唔到咯。同樣嘅道理，如果我哋喺補習社裏邊坐低咗喺一個座位上面，嗰一個座位就唔能夠同時俾人使用啦，因為已經 occupied 咗啦。但係咧，我哋喺補習社學到嘅知識咧，唔會因為你學多咗喎，哇！呢個同學好叻啊，好犀利啊，令到其他人學唔到或者冇得學嘅。咁所以知識呢咁抽象嘅非物質嘅嘢，就係一個例子，其實係一個共用品嚟嘅。我哋俾個紅色嘅圈佢，藍色嘅圈就係代表私用品啦。嗱，第二個技巧咧，就係話，如果題目問到公共設施，佢強調 public 公共呢個字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都係陰我哋㗎，因為佢好多時候都唔係共用品嚟㗎。試諗下，公廁如果有人用咗一格嘅時候，嗰一格就冇咗啦，其他人唔能夠同時使用。公眾碼頭都一樣啦，一架船泊咗埋嚟，咁佢其中一個位置就少咗啦，唔能夠供好多艘船同時使用。公共圖書館都係啦，公園又係，所以呢一類型嘅題目都係想我哋公共混亂我哋嘅概念 public 又係混亂我哋嘅概念。所以呢一個技巧，只要你大概記住，你就知道題目係想考你啲咩啦。嗱，第3個技巧咧就係最難嘅，因為好多嘅同學都諗到，如果嗰樣物品可以俾好多人一齊去用喎，個地方好夠好大啦，條路好闊啦，咁嘅時候佢咪係共用品咯。咁就中咗一個圈套啦，因為佢冇考慮到擠塞嘅情況。試諗下，如果喺一條隧道裏邊，大部分嘅時間啲車都係好順利咁樣經過去用到嘅，但係喺交通繁忙嘅時候，當再多一個人使用嘅時候，其他人咧嘅成本，即係譬如佢因為塞車嘅緣故，就要付出更多嘅時間啦。咁嘅情況咧，佢就冇一個獨享性 vital 喺裏邊。嗱，其實沙灘都一樣嘅，雖然佢好大，但係如果去到夏天或者一啲高峰期嘅時間，咁再多一個人嘅使用咧，其實就令到其他人入去咧，可能都冇位咯。其實 WiFi 都係㗎，你諗唔諗到點解咧？因為好多人同時喺度用緊或者下載緊數據嘅時候，其他人要等喎，咁咪會令到嗰個嘅時間成本又增加咗咯。咁所以考慮到呢幾樣情況之下咧，其實呢一課最難嘅就係要你指出喺擠塞嘅情況之下，呢一啲嘅物品或者呢一啲嘅服務都係具有獨享性，就唔再係一個 pure public good 純共用品啦。咁我哋總結呢3點。就係共用品 public good 一般咧都係非物質咧先能夠真真正正成為一種共用品或者純共用品嘅。另外就係話公共嘅設施一般都唔係
共用品嚟嘅，係用嚟陰我哋嘅啫。第三個技巧就係最難嘅，就係話我哋要考慮埋擠塞嘅情況。如果佢出現獨享性咧，咁就唔係一個純共用品啦。如果同學仔想再研究多啲，其實呢一個課題係可以涉及到公共財政，或者你喺網上面打高斯或者係燈塔 lighthouse 呢幾個關鍵字咧，都可以有更多嘅資料嘅。